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看交通意外，国道1号路南瓦高雄路直附近，今日透早5点是连续发生2件弄做伙事故。日前是这大货车弄到化学槽车，2个驾驶轻伤。这化学物质泄漏出来状况是已经控制掉了，无影响到环境。因那是另外一站是11台车弄做伙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3个人送病院。其中一台是和险客运，6个乘客是拢总平安。报警认为讲是这塞车造成后壁的车挡袂离造成的。透早5点半，天也未光，国道拢是线路不，大车、小车、客运拢停落来，因为连续11车追撞事故。后壁天几啊尔，后壁煞咚啊声来，啾来，乒乓叫啊就来啊，静止状态呢？结果无偌久。5秒几秒尔，砰！你甲挤落来啊！中线甲外线车道第1台车的驾驶讲，远远看到头前有事故，就已经动落来，车辆禁止，煞有后车弄起来，11台车追撞事故造成2死3伤。有一个呢是头部创伤，也比较严重一点，我们已经经过精密的检查跟头部的这个 CT 检查受至这个入院。初步怀疑是后车无保持安全距离，事故车辆当中各一台是核心客运，车顶载有6名乘客。前面有油罐车翻覆，然后后面有塞车，车流停住，然后我们车被后面追撞，车上的乘客没有问题，影响而已，没有受伤。公司表示，司机甲乘客拢平安，乘客第一时间已经接驳离开。初步研判追撞原因，甲保安处这件事故有关联。时间为头前煞半点钟，载着氢氧化钠的化学槽车，伫国道1号南下339公里处内弄到大货车，2名驾驶轻伤，毋过槽车变气，造成氢氧化钠漏泄。市府环境部拢派人到现场处理，初步掌握现场无大量漏出来，只是以滴漏的方式，已经铺棉片来处理。嘛，因为路边有切沟，无影响到外围的农地，目前监测的数字拢无影响到环境。公司新闻王丽婷、柯正纯报道。